我而家喺河南開封府，開封府包拯包青天大家都中意。其實佢喺我哋廣東都做過官。首先，包大人皮膚唔係咁黑㗎，只不過戲劇裏邊咧，皮膚黑嘅角色係代表公正廉明，皮膚白就係奸狡小人。其次，佢頭上係冇月牙㗎。點解有月牙呢？因為傳說中佢日審陽，夜審陰，夜晚審陰間冤案嗰陣呢，個月牙就會發光，咁樣可以震懾住啲妖魔鬼怪。咁喺虎牙裏邊咧有3把鍘刀啊！嗱，狗頭鍘係鍘地痞流氓。虎頭鍘係鍘貪官污吏，龍頭鍘就係鍘皇親貴戚。佢中年之後呢，佢就嚟咗端州做知府，即係而家嘅廣東肇慶。喺期間發生咗一件事，肇慶嘅端宴係全中國最出名嘅，每一年都要進貢俾皇上。以前嘅知府呢，就會趁呢個機會收好多嘅端宴，跟住攞去送禮啊。但係包青天在職期間呢，一方端宴都唔多收。喺佢60歲嘅時候，發生咗一件大事。朝中文武百官好多人都想送賀禮俾佢，但係佢就話一個都唔要。點知第一個送禮俾佢嘅就係皇上，你話點算呢？於是包青天寫咗一首詩俾皇上嘅，叫做《拒壽禮》。嗱，我讀俾大家聽：鐵面無私丹心中，做官不可念刀工，操勞本是份內事，拒禮為開廉潔風。咁樣嘅包青天，老百姓點會唔中意呢？